郎宠嬛嬛，嬛嬛都知道这是四郎，从前也是这么宠着华妃，宠着梅姐姐。嬛嬛怕四郎只是宠儿，宠爱，宠爱，这宠便是爱。若是宠而不爱呢？只要这许多的宠里面有那么些许爱，嬛嬛就很高兴了。真是傻话。皇帝深感华妃势力过于强大，后宫权力平衡岌岌可危，遂决定采取行动以遏制其势力。皇帝将珍贵的蜀锦精心缝制成一双精美的玉鞋，赠予了甄嬛。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皇帝对甄嬛的恩宠，更暗示了皇帝在后宫权力斗争中的巧妙布局。通过这一策略，皇帝期望在甄嬛和华妃之间形成新的权力平衡，以维护后宫的稳定与和谐。这双蜀锦玉鞋成为了皇帝政治手腕的象征，悄然改变了后宫的格局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皇上与臣妾共同剪蜡烛，外头朗朗星空，却无夜雨可画。华妃着一身素净衣裳，向太后恭敬行礼，随后低眉顺眼地提及皇帝将蜀锦玉鞋赐予甄嬛一事，言语间一股难以掩饰的醋意弥漫开来，似那初春的青梅，酸涩而又清新。太后阅人无数，怎会不知华妃心中所想？为了社稷的长治久安，太后决定舍弃一些个人的喜好。她将自己头上那只珍贵的凤穿步摇取下，赠予华妃，以示安慰。这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馈赠，更是对华妃地位的一种确认和维护。华妃虽然心中醋意未消，但得到太后的如此厚赐，也不禁心生感激。待华妃离去后，太后传唤皇帝前来，她并没有直接责备皇帝对后宫的处理不当，而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，侧面告诫皇帝对待后宫佳丽需雨露均沾。他特别强调了华妃的地位和重要性，让皇帝心中有数。皇帝虽未言语，但心中却已明白太后的用意和期望。年羹尧有才，也还算是忠心。这样的功臣，只要他不骄横起来，皇帝是该好好用着。10月里，年羹尧会进京觐见，儿子定会好好嘉奖于他。年羹尧，这位曾经在西陲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，如今已经凯旋而归，回到了朝廷之中。他一身戎装，气宇轩昂，仿佛整个天下都在他的脚下。庆功宴上，他豪情万丈，言辞间流露出的是一股子傲气，仿佛他就是那高高在上的天子，无人能及。面对皇帝，他更是无所顾忌，言语中充满了不屑，仿佛皇帝的宝座在他眼中不过是个摆设。他自视功高，目中无人，对皇帝的尊敬和敬畏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。然而皇帝却是个能屈能伸的英明君主，他心中虽然不满，但却强忍怒火，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应和的笑容。他知道年羹尧是个有功之臣，他的确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不能因为一时的傲气就抹杀了他的功绩。于是皇帝选择了宽容，选择了忍耐，只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年羹尧能够有所收敛，真正明白谁才是这天下真正的主人。臣难得与皇上一桌用餐，一家子团聚，是不该议论其他啊。好，那咱们就专心吃饭。华妃，那位美丽而高傲的女子，对她亲爱的哥哥所展现出的跋扈态度感到深深的忧虑。她清楚地看到哥哥那如同猛虎下山般的决断力和毫不妥协的性格，虽然在战场和政治斗争中常能取得成功，但同时也招来了无数的敌人和困扰。好啊，他的女儿和你过不去，我便和他过不去。好在哥哥还护着我，不然我得受多少委屈。有哥哥在，你怕什么？华妃却对皇帝对玲珑的赞赏深感忌惮，于是精心策划，以邀请玲珑为她献曲为名，暗地里则是试图制造麻烦。得知此事的甄嬛毫不犹豫地决定陪同玲珑一同前往。皇上万安，华妃娘娘金安。来吧，谢皇上。婉贵人，这夜深霜重的，你怎么也来了？